你好，歡迎返到嚟讀書日誌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我哋以為自己好了解，但其實一直做錯嘅話題。我啱啱睇緊美盈哲醫生嘅脂肪肝消除術，裏面有一個 point，佢話唔好俾表面嘅數據欺騙。呢本書咁講，好多人減肥一見到磅數跌咗1.5公斤就話冇用冇瘦到，但醫生喺書入面提我哋，數字係會呃人嘅。書入面個 case 中村小姐雖然體重只係跌咗少少，但佢嘅肝功能指數，即係嗰啲 AST 啊、ALT 啊，全部變翻靚晒。你追求嘅縮細個碼，定係要一個識得幫你消脂嘅肝？呢度有個核心嘅概念，隱形嘅毒藥。醫生提到一種叫高果糖漿嘅嘢，呢樣嘢直情係現代人嘅災難啊！你以為唔食甜品就得？錯啦！書入面講，連鹹嘅煙肉、香腸甚至麵包，為咗賣相好啲同埋保鮮期長啲，都加咗好多人工嘅糖分啊！呢啲糖直接衝擊你嘅肝，令到你食慾停唔到。仲有，大家減肥嘅係咪唔敢飲水？驚水腫？醫生嘅處方箋寫得好清楚，減重時你要比平時飲得更多水啊！點解？因為如果個肝臟冇足夠嘅水分供應，血液循環變差，佢根本冇辦法幫你消除脂肪。所以如果你覺得好攰、瘦唔落，可能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個肝喺度嗌救命。唔好執着於磅數，要執着於你食咗啲咩入身體。3個行動建議：一、餐餐湊夠20克，唔使精準稱重。記住書入面個簡單公式：1粒雞蛋、1盒納豆、1/3嚿豆腐。每餐揀3樣呢類食品，確保你有20g 嘅蛋白質，保住肌肉量。2、學識睇標籤，去超市買嘢，反轉背面睇成分表，只要見到高果糖漿或者係玉米糖漿，就算佢係鹹嘅嘢，都盡量要擺翻低。3、30分鐘深蹲法則，喺食飯前30分鐘裏邊，扶住台或者凳背做2組10次嘅深蹲。呢個小動作可以幫你啟動大肌肉群，直接對抗餐後嘅血糖波動。多謝你聽今集嘅讀書日誌。健康唔係一個終點，而係每日對自己身體嘅選擇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肝臟嘅真相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將呢集 share 俾嗰個成日瘦唔到嘅朋友。我哋下集見。